合約雙方可唔可以同意之後再同意合約嘅條款呢？所謂嘅 agreements to agree， 究竟係具有約束力嘅合同，定係因為佢太唔確定而係無效嘅合約呢？我哋或者會覺得，除非每一個細節已經喺合同度確認咗，否則呢個唔係一個有約束力嘅合同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話細節之後再傾啦，咁係咪就表示目前冇可以執行嘅合約呢？其實唔完全係咁嘅。法院已經明確指出呢種諗法咧係太過簡化，因為喺日常商業活動入邊，當事人係好多時候會先同意咗核心條款，之後再書面去確認其他內容。只要雙方已經就關鍵嘅條款達成共識，而且咧係有受法律約束嘅意圖，咁咧已經係有合同㗎啦。關鍵條款咧係必須涉及合同嘅根本內容，而係唔係一啲次要嘅事項。換句話講，如果啲重要條款仍未解決，過於模糊不確定，咁呢個合同咧其實就唔可以執行㗎啦。咁對於啲好重要嘅條款，例如價格，就算你冇一個確切嘅數字，但係你有客觀嘅標準去揾出嗰個數字咧，個合同咧亦都可以有效嘅。相反咧，如果啲條款好似好清晰，但係雙方嘅意圖係直到正式簽署文件之前咧都唔受法律約束咧，咁合同咧係仍然唔會成立嘅。總而言之咧，嗰個確定性重要，但係意圖咧係更加重要。我哋係要睇當事人嘅行為啦、溝通啦，去睇下佢，去判斷佢哋有冇真心受到法律約束，去判斷佢哋嘅意圖係咪真心受到交易嘅法律約束。